下试调。第一堂有来的请举手。哦，还是很多哈，谢谢你们。可是我还得让你们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早上那个我还是要简单的说，对不对？因为那是我的根基，好不好？那我要请大家来一起来读，不好意思，来，不对，对，大家大声读可以吗？来，我们开始，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展翅还童。回家要记得，好。早上我时间不足，我早上只有讲前半段。当然，神如果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对我们说的哈。他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他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我希望我今天时间控制得好。不是有前上半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他也用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如鹰返老还童。好，我叫杨丽仙，今年67岁。我小的时候我是鹿港的人，鹿港呢都是拜拜的嘛，你知道那个妈祖庙有没有很大？那个大大的庙对面就住了一个小小的房子，就是我的老家。然后我的老家呢，我的曾祖父他是瞎眼的，是相命的，因为在那边嘛哈拜拜。然后我的祖父是耳聋的，因为他是木工，就日本空袭的时候把他耳聋就变成耳聋的。我的爸爸会走跳蹦，就必须要跟着他的妈妈去赚钱养家。你说这个家庭一定是很贫穷的嘛，对不对？对不对？我爸爸很小就在高雄，就在菜市场帮人家载东载西，晚上呢睡在咱菜市仔那个菜店嘛点名，这样的开始。他很奋斗，他其实后来有赚到钱，好，他是一个勇士啊。可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自己决定，就是怎么搞的？他的太太只要生到男孩子哦，就是第一个月就会黄疸死掉，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哦生了3个，第三个是男的，她不敢生，她是把它拿掉的。你看这个女人很漂亮的女人，可是她不能决定她生男生女，她很认真为她的先生生孩子，所以她真正又生了7个都是女儿。我是老大，她把我叫杨丽仙，所以她生了7仙去。你看这个女人生10胎耶，然后查甫的都会没去，女的都留下来。生到老幺的时候，我都记得早上起床，哎，妈妈不见了，她要生产的日子快到了，妈妈不见了。原来她不敢面对，她又生出是女儿，她自己离家不知道去哪里要去生了，就全家找不到妈妈，爸爸跟我的叔叔们都去找这个产妇要生了，终于才知道她回来。我觉得我的母亲，你要怎么去细数她的悲情啊？怎么去数算她的悲情？可是我们7个女儿，我爸爸并没有把我们当作蒙幼啊、蒙起的妻啊，你知不？我爸爸是个码头工人哦，我4岁就学钢琴哦。我爸爸妈妈一天吃2餐，我们就在这样子，很想要不让爸爸妈妈失望这样长大。那我的阿嬷就是很会，可能看我妈妈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不顺眼啊呢吼。伊这个有一天哦，伊带一个查某会回来，我的阿嬷带一个查某会回来，迄阵我幼稚园吼，迄阵小班呐，吼，然后迄阵还收起，对不起，我今天又讲台语了，可以的哈，好，迄阵还收起我，是迄种孔洞的，你知无？吼，啊吼，迄个查某会回来吼，我就房间内底拢看着。
大人在咧冤家，阮妈妈拢袂当冤家，阮妈妈拢在边仔哭尔。我的爸爸就看到迄个，我就看到迄个洞咧，看到我的爸爸，迄个查某的吼，来带阮阿嬷就骂阮爸爸，阮爸爸就要叫迄个查某的走安尼。我的阿嬷就讲他是为他好，因为伊讲伊有好心哦，后边伊家老的孤屈啦，无人顾啦，吼。然后我在那个眼镜洞里面就看他们这样子。有一天我阿嬷正好礼拜天去买菜，那个女的来1个多礼拜哦，那个时候我已经幼稚园小班了嘛，吼。你看我爸爸有多尬子，我爸爸就叫那个女的进来，我就看到我爸爸用钱哦，用那个报纸包一包，用绳子包一包，就跟那个女的说：“你今晚好好出去。”因为我爸爸就是那个凶狠型的男人，而且怎样要出去呢？结果我阿嬷回来的时候，我阿嬷就哭闹就是了。可是我爸爸是看不懂字的，他是小学毕业。我永远记得，我就写了一个字条，我用波波摸佛，因为我只会写波波摸佛，我就用波波摸在那边写说：“爸爸，我会照顾你。”放在我爸爸的枕头。我不相信我爸爸会发现对他也没有伊的破，伊的唔捌你嘛，对不？可是他成为我心目中的很重要的事。后来我们不是信耶稣的嘛，哈。后来那个我去大学，就有一个男生来追我，然后那个男生呢，就是他们说的叫做郭乃敦，他是牧师的孩子。然后我妈妈就问说：“安尼呢，男朋友是你到底做啥啊？哈，因为后来爸爸就做生意，我爸爸生意也是越做越好。我就跟他说做无输啦，你知我妈妈安怎讲？这袂讲的哦。因为他心目中这才是别讲，可是他们认为是好的，不是不好，哈，他也没有反对，所以我们就交往。所以大学的时候，我们就组了一个轻感男士班，你们可以去 Google。那个时候我们是学生，我们有大学大概10几个人。然后我的丈夫现在已经在天上了，我们每年我们都出那个诗歌集，有文字的，有卡带。然后我们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设备，我早上有讲，我们有一台4万块买的那个1000cc可以上高速公路的，然后设备都要放在里面。我们每个月要去不同的地方，去监狱，去医院，去妇女职业训练所，就那个妓女被抓来教育训练的地方，还有麻风病院，我们每个月要去一次。然后那台车子哦，你远远你看到什么红灯的时候，你要小心。那台车子你要很会开哦，基础很好哦。你到红灯之前，它还必须不能停哦，它要慢慢移动，否则停的时候呢，变成我要在下面推，因为它要在上面开。那是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在我的人生，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受洗，可是我跟着他们这样子几年这样子下来，我真的看到，我现在很有信心。我上帝真的是会供应我们钱，这成为我很特别的人生的基础啦。好，我被我先生门训了啦，这样子，好，真的，好 ，OK。然后这件事，我为什么要从这边讲起？这件事情影响什么？因为当时有一个彭蒙会，对不对？好，彭蒙会有一个什么师班？天运师班，对不对？好，它有一个大直的什么大众传播中心，你们知道吗？好，还有空中英语，对不对？那他大直的大众传播中心呢，我先生就带我去看。我们去的时候，吓到了嘞，因为人家他什么设备都有，然后里面还有那个什么他们的道具室，每个人很多衣服，很多制服嘛，哈，我们真的好羡慕了，很羡慕。同盟会老师就是用那个什么那个教英文有吗的收入，然后去 support 的那个大直的这个大众传播协会，你们就要去 Google， 长期到今天天运还存在。那个时候我们2个在念研究所，那我的先生呢，我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只能用那个人家不要的那个设备，我们还是硬要这样子做，对不对哈？然后他因为他写书就会去找那个印刷厂帮他印嘛。他每次一下课就带我去那个印刷厂，然后教人家教他怎么去印刷厂做的每个工序。他就很想要有一个印刷厂可以赚钱来支持那个事工。然后那印刷厂的老板娘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就跟他讲说：“乃敦啊，你做这是无可能的，你看阮2个安尼是赚偌济的，你莫安尼你做这些唔对的安尼啦吼。”可是他也没有跟我讲，可是我就深深的在我的心目中，好。可是其实那个是
没有那么容易的啦哈。可这影响到今天我最后要讲的，其实影响到就是我跟师牧师说，什么叫铁三角慢慢形成，影响到后来上帝祝福了我们，也让我们有事业。上帝祝福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开始，上帝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开始有以业养业的过程，所以就会建立所谓的雅各事奉中心、雅各科技跟雅各事奉中心。我从这边先讲，然后才进入我里面，否则的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还这么多，好，为什么会长期的哈？所以人家说，那个郭老师怎么可以有这么东西可以送很多人这样子？那是长期上帝建立的铁三角，这样子。好，那我要讲的是，大家来看，我刚才说我前面讲的是我得病，上帝医治我嘛。我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就是在我31岁的时候，我得了一个免疫系统的病。免疫系统就是什么 AIDS， 有没有有没有听过名字的？请举手，你有听过 AIDS？就是免疫系统，到现在没有药可以医。还有什么什么红斑性狼疮，对不对？就是很多的免疫系统。我的是非常少数，叫做葛瑞兹炎症。葛瑞兹炎症就是什么？就是免疫系统我这个部分的那个功能异常了。所以突然在31岁的时候，在1个多月的时候，我的左眼凸出来。那去看医生，我以为是甲状腺那个亢进，不是，因为甲状腺亢进会两眼一直凸。结果呢，一直到快半年的时候，我的左眼就比右眼大1/3，因为我的眼睛很小，大1/3就很凸眼了嘛，对不对？大1/3，那个大3个多月就大1/3，到半年的时候，我31岁到半年的时候，我的左眼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合不起来的。有没有人听过张飞的眼睛睡觉合不起来？请举手。那你们都有读过去老师讲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他是真的假的。我是真的，我31岁的下半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左眼是合不起来的，因为那个眼睛后面的那个有那个异样组织就把它出，已经合不起来了。那合不起来会怎么样？有2种结果。我31岁的时候，因为我打我爸爸的工啊，我那个爸爸已经有钱了啦打他上班嘛那医生叫我要去上班，否则在家里会等死。去的时候，大概每天早上我8、9点去的时候，大概1个小时你就模糊了，因为你晚上是合不起来的嘛。模糊了之后就要点眼药，你就要趴下去，大概1个多小时。人家说经理便当来了，就起来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大概1个多小时就模糊了，又点眼药，又趴下去，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又起来，又点一次眼药，就趴下去，2、3点就回家了啦。没有人会怪你。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杨老板的女儿就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医生就跟我们讲，因为他这个会继续长出来，他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不是你合不起来你的眼球会钙化，所以呢必须要把它挖起来，然后把后面涂掉，然后再塞回去，然后塞回去之后就要盖用什么铁盖子盖着嘛大概半年了以后，铁盖子可以拿下来。拿下来的时候，有可能你是失明的，因为它的一些血管啊、神经啊接的不见得会接得很好。可是重要是那半年它会不会继续长？会不会？说会的举手。你对了，它会继续长。好，长完了之后呢，如果你下来是看得见的，还要不要再挖？要，对。吓死我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吓死我。然后那个医生他叫做张天军，我跟你讲，我的病历在台大医院是绝对有的，你们都可以去查，叫张天军医师。张天军医师他也是基督徒，他就对我跟我先生很好，他实在是不忍心跟我讲，他就拿书给我看，我就自己看就知道了。他就跟我讲说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可是要你们同意，就是我吃美国仙丹，就是内固醇，它的药量要很大。那他的目的是怎么样？他要让它不要凸的那么快，比较慢去挖，对不对？可是它不要凸的那么快，它会把正常的部分，它会把它什么也是把它伤害啦。那个药剂很强，它要控制它不正常的部分不要凸的这么快，那正常的部分就会被它破坏。在这种有效破坏之下，正常的部分，他告诉我们，他预计说我可以活3年。那时候是我31岁的下半年。如果是你要不要吃？要吃的请举手。
你们这些人不吃的都是要挖眼睛的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要挖眼睛，对不对？所以我跟我的先生马上就说好，我们吃。好，吃了之后就知道说我们只能活3年。我就跟我先生说，因为我们家没有儿子嘛，我生了一个儿子。那小的时候是我妈妈带的，我说那这样子哈，我3年到的时候就把我儿子姓杨嘛，好，那我的嫁妆什么就祝福我的丈夫会迎接新的女人嘛，对不对？上帝创造美好，上帝都会供应的。OK， 我们都讲好了。那因为我也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大坏事啊，你知道，从小爸爸妈妈疼啊，先生也对我很好，也当了妈妈的喜悦啊，我觉得我会上天堂，所以我也没有忧虑。我妈妈就看我们两个整天在那拍拖，你知道吗？安尼拢无啥，嘿，我妈就怪我先生。以前呢，你们就跟我们说哈，你们的上帝哈，你们的耶稣哈，会让什么？摆开啊呐，你有读对无？有读亚洲，对。啊，你讲啥？清明啦，看到。到了过婚的是什么？死去啊呐！哇塞！我妈妈就，而且我先生的爸爸还是牧师呢，对不对？我妈妈就心里有点难过，就跟我先生说：“郭乃顿，你是不爱立先是不是？你唔讲你的上帝安尼会安尼对不？哈，我拢做认真来传福音有无？对。伊就讲，啊你知安尼？好。可是因为我先生他们也是长老教会的，当时啊，现在我67岁，当时我们31岁，所以是30几年前嘛。所以当时长老教会哈，他没有教我们说怎么去叫上帝来听我们的话，有这样吗？我不知道。然后基本上是我们2个是没有这种不知道可以叫上帝来按照我们的想法做的，没有。可是我们俩已经讲好了嘛，反正我死了怎么样啊？我会上天堂，不是 everything 是 OK 嘛，对不对？就我妈妈，其实我妈妈心里是还在接顾我那个丈夫啊，你知道吗？哈，结果呢，我妈妈有一天去台北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海报，上面就是什么，有一个教会。有4天有4个韩国牧师要来疫病祷告会，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先生，打给我说，要跟我先生说，郭乃敦，我帮你找到了，好，我讲的都是属实哦，我没有夸张，我很怕我时间不够，我希望我今天要真正的让你们知道，上帝是真的。这个真的不是只有对非基督徒讲，我要跟基督徒讲，因为很多基督徒他知道上帝是真的，可是他的生命跟他没有完全的贴合，好遗憾。等一下我再讲好不好？哈，上帝是真的。好，我妈妈就跟我们讲了，对不对？好，那天去的时候哈，牧师讲，要来祷告的到前面来，我就排队排很快。然后呢，我妈妈就帮我抢位置，我抢到第2个。然后第1个是一个好像是学生年轻人哈，他拄着拐杖进来了，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那个牧师就开始祷告啊，祷告说真的没有2、3句，没有，因为太多人了。然后我看他怎么在哭啊，他怎么在哭啊？我就问他你怎么了？因为我最怕的是说祷告会痛，你知道吗？因为下个就是我了，在哭什么？啊，你这里是考嘞？他说他好了，结果他真的嘞，他就站起来，他的拐杖放在旁边，他都没有拿，他就走出去，因为他本来告诉我说他是因为韧带断了啦，知道吗？好，那马上我就被他压下去，我就压在那个圆板凳上。然后那个牧师就问那个翻译，可是重点是那个翻译哈，可能不会翻我的病，他翻的不是很好。然后那个牧师就也是很快的祷告，然后就叫我起来，叫我离开。那换我妈妈来问我，你有安那不？没有。可是我妈妈不死心，4天都要邀我们去，我们真的都去了。第5天早上，那时候没有高铁，早上7点他就搭飞机从台北到高雄来，我一样8、9点就去到了我爸的公司。可是有一件事情不一样，到了10点多、11点，我都没有趴下去，因为我在看东西看得见，我就继续看。
10点多11点，我的同事就跑来跟我说：“经理，你现在还没拍的，因为我已经拍1年多了哦。你没有这个时间概念，我已经眼睛变张飞到那个时候已经1年多，将近1年半。这个女生眼睛帮张飞1年半看不见，看不见是正常的嘛，对不对？那天就突然间，怎么可以？怎么看到10点多11点？怎么可以这样？他一讲我也吓一跳。”我马上打计程车去台大，因为台大有给我们那个 VIP 卡，我们是他20几个医生研究的对象，随时不用挂号就去。可是11点多到了台大，已经12点，医生休息了，到2点才看到医生。我就跟张医生说我发生什么事，他是基督徒，然后那个张医师就告诉我，他说上帝也会借着医师帮助我。他说你吃的那个美国仙丹量很大，你不可以没有吃，会猝死啊。因为那时候我心跳都像小鸡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感冒发烧都不可以吃普拉疼说不能吃整天子，我感冒发烧都要坐救护车去台大，然后只能让他特别处理。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也相信他，我们医病关系很好。我说好。可是2点多看到他回到公司已经4、5点了，我实在吓到了。我那天从早上8点到4、5点，我都看得到呢。然后我给上帝掌声哈，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跟我妈说：“妈妈，我好了。”我比人讲为什么？我就讲我好了。然后从那天以后，我自己就没有吃美国仙丹。从那天以后，我还是一样，张飞眼没有变，可是突然间我看得到哦。我要再告诉你，我头脑正常。精神状况良好，你们不要乱想。好，真的，我有时候基本教育，我是真的。好，我就突然间可以看得到，就说眼睛还是张飞的眼睛，突然间可以看得到。前面有1年半是张飞的眼睛看不到，对不对？突然间张飞的眼睛可以看得到，这样有多久你知道吗？将近在一年半。我每次在做见证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给门陪。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今天如果像长短脚一下子长出来会忘记啦，你知道吗？还担心他会缩回去，对不对？不是，我有1年半眼睛看不见张飞，在后面在1年半也是张飞眼睛看得见。你会不会终身难忘？你会不会终身难忘？会的，请举手。我相信你今天听我的讲，跟你见证，你也会终身难忘，你也会终身难忘。好，然后等到最后1年半的时候，我照镜子，我的眼睛有缩小哦。那我就去台大去做那2天1夜的身体检查。那身体检查的时候呢，那个小医生在做检查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那小医生看我的眼睛之后，盖说我正常，什么近视，我心里也知道我近视啊，我就跟他医生我是葛瑞氏病患，他就去叫人家把那个推出来的，推10几台啦。那个小医生赶快把正常打叉，然后通知那些大医生20几个医生，4点多就回到他有一个大楼专门在免疫系统的，有1层楼，赶快回来。里面还有2个团队，一个是整形眼科的主任带的，一个就是那个张天军带领的。整形眼科的，他们看到我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我死了啦，因为美国现在那么久没有来拿了不，已经死了嘛，对不对？看到我很高兴，然后赶快帮我检查。那个整形眼科医生在检查我的时候，他突然就讲了说：“哦 ，it's a miracle。”miracle 是什么意思？奇迹。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因为我为什么自己眼睛越来越小，对不对？我当时眼睛还没有2个眼一样大，可是已经大小在许可范围里面了啦，因为它慢慢变嘛，知道吗？最重要是它眼底的后面那个病变的组织不见了。他为什么说 miracle？ 它不仅不见了，而且没有痕迹。那个时候我35、6岁，张天军医生说我只能活3年。我从31岁，我大概是31岁下半年嘛，对不对？去吃药。他说我活3年，就是在我34岁左右了，就30岁。那我去做检查，应该就是34岁、35岁那个地方。
我现在67岁了，我不是活3年了，我活30几年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我，你也会永生难忘，对不对？如果你是我，你就知道，我真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真的，他是真的。我们不要只有听到上帝的名，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受洗了，不是仅仅如此。上帝是真的，让我们一定要经历他，我们要经历他，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他在我们生命上的心意。我们一定要在人生还没有见他面的时候，去专注寻求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认真做。咱来做认真，去用咱的人生、咱的时间、咱的困难、咱的聪明、咱的智慧。好，下面我讲的认识圣灵，我是说有一次我去接我妹妹，她去参加一个义兵祷告会，正好柯西人牧师在，就为大家祷告。那次我也很奇妙，我不会去什么追求什么圣灵，我不是那种人。突然他讲祷告我的时候，我真的有圣灵充满，那个有光很强很强在我的身上，就倒下去。我妈妈说有40分钟，那不是只有我，有一群人。好，我妈妈还以为什么踢档呢，不是。可那个时候是很喜悦的，没有。我很感谢，因为这2件事情让我知道，圣经说圣父、圣子、圣灵是真的。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如果没有神怜悯我，接着这样子让我知道他是真的神。你如果让我一生要让人家来讲道理给我听我这样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辩解呢。他讲了，我同意我放着，不同意我丢掉，我不跟你讲，我永远不会认识上帝是真的。我有留时间要想下面。今天有没有还没有受洗的朋友，请你举手。现在有没有你还没有受洗的朋友？好，咱来听参考的，好，真好，知道不？好，是啊，对啊。我很少去批评人家宗教，因为我都没有研究。可是当我知道上帝是真的时候，我就满意了，而且满足了，所以我很认真在走这条路，这样好。OK， 我现在要讲后面讲我后面就是前面不是说嘛，他救我脱离什么死亡嘛那他讲以美物祝福我。好，我这边要讲的很简单，因为我的时间只能让我讲2、3个要点。我后来，我跟我爸爸打工，因为我爸爸7个孩子。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爸爸有缺人那时候比较还没有强大，我就跟他打7个人。我爸爸的理想，要带阮查某囝仔拢来阮遮上班，伊想要大个部门之前拢会竞赛安尼。阮老公是，阮老公是老大，伊嘛真正来，伊嘛真我父亲是有时候很强悍嘛，对不对？他不是用嘴巴跟你讲他都私下叫去，然后他们会签约。真的，我这个父亲。然后我的先生就有来，可是才半年，我就跑去跟我爸爸说，我觉得他应该去做他爸爸妈妈对他的栽培。我爸就跟我说：“你在后边你也没使欺负啦。”我没有回应，可是让我爸爸提醒，我有放在心中啦。可是我做这个决定，所以我的账户就全指出来服侍神嘛，可是呢，等到我快40岁的时候，我真的有跟神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创业？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妹婿的状况，不是他们对我不好，你们都不要误会。可是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别嘛，对不对？好，很多价值观的不同。这个往后爸爸妈妈不在，我觉得我不一定的有才干可以做这个大姐。我又不是长子，他们认为我不是男生嘛。好，虽然一切我是有功可是这个不知道。我就跟神祷告。好。我跟神祷告的时候
我用了2年的时间。我祷告的时候，我如果觉得神有回应我都有记祷告笔记。然后这2年里面，我会把细节祷告，看看上帝有回应哪些，是不是我自己想的。我为了不要让我走错路，好，我只是分享，你们可能牧师会教你们更好的方法，好。然后我祷告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我爸爸不希望我离开嘛，他没有给我任何半毛钱，那我就跟我的老公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储蓄1000万，我说那我拿500万来做输了我就回家这样子，好，那我先生就说好，就用500万开始。可是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有感动，因为我是我爸爸专门负责他业务的 sales director 啊。然后呢，我就有感动，我不带走我爸爸任何的人才，好。第二个，我不要用我爸爸的客户，因为这个以后外面会笑死嘛，对不对？好。第3个，我爸爸的产品我不做，好。第4个，我爸爸银行我不用，因为我可能会失败啊，好。按那讲，安尼你是人做啥咧？人大家去创业拢嘛做家己上后的，敢无安尼？好。问题我的头家是我的老爸，我都上帝求。我真正维持安尼出来咧，然后对安康的一做，吼。然后呢，阮安就讲会当用500万，然后我去租一个17平的，迄个人迄种换厝的1楼和地下室17平，1楼10平，然后我地下室落有楼梯落去嘛吼，迄拢反正空气啊水拢无空的，我足惊狗仔的哦。透早1楼咱10平迄本来要做仓库啊，铁门开，狗仔就走来，就入去阮的办公室，我就叫惊死，我就冲起来安尼，所以我铁门拢拖来，然后拢继续阮关起来，我是安尼开始的。然后呢，阮爸爸都放掉哦，我靠，你同意也卖我物件，伊就无爱来买啊咧。阮爸爸其实毋是恶意要叫我转去的意思啦，因为我记得2年出来，我隔2年出来，我有天赋的，天赋就我讲什么话，主虽然以什么？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一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爸爸这样围剿我，因为我跟上帝说好了，所以我就是这样子往前走。好，我细节不讲，因为我要讲2个大重点。好，拢做袂晓诶。所以我第1年我就500万了，存200几万，你知道？好，然后无几年反正上帝他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他会有好的人来帮助我，而且送来好的技术。好，这个细节我不能再讲，因为时间不够。结果我大概在前面几年就发展了一个胶带，那个胶带是人家在做半导体的后端用的。那个胶带我没有出现之前他们都要去日本跟日东买，去美国买，去德国买。台湾有1、2家做，可是做的不稳。我也没有比较棒啊，反正上帝就帮助我。然后那个胶带切出来像唱片一样，切那个胶带台湾的厂商去买都说1台2000万。我500万只剩下200多万，对不对？好，然后我就去买一个40、50万的半自动的，而且不精准。然后回来它这一段，它1台1.3米，只有这一段精准。我全部都要大的变小的，小的这样切，你知道吗？那切一刀它切一刀的时间是58秒。可是上次就教导我这样，我就慢慢这么慢。可是我跟你讲，我做出来的成本全部做好是50几块而已。外面我还没出来前，他都卖300块到500块，我出来之后就卖250块。我这种人我都觉得有人就说我跟你讲，我算殷实啊，我告诉你，我后来卖150块，好，可是我有个我已经赚很多了啊。那我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不要借钱。那我跟厂商说，你可以订货，而且我仓库这么小，你2天可以来拿走1次，而且呢，我没有如期交货的义务。好，我月底没有交到了，就没有了，全部都现金来这样子，然后都是上市公司哦，我跟你讲，他们竟然容忍我呢。好，我要讲的是，我上次竟然帮助我，所以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赚钱，我以前是打工的嘛，从200多万
在2年内哈，我当时都连会计都把它辞掉了啊，做用他拢袂了去算，请人来算钱要创啥？结果2年以后200多万，我的那个银行怎么已经到2000多万？我是很普通的女人，你们要永远记得。好，我要说的是，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要告诉你什么？上帝是什么？不行，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你们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没有，你们有这深深刻在你的脑袋里面。请你把手举起来，跟我一起说：上帝是真的。唔好讲我自己听俩，讲我上帝听。上帝是真的。好，放下来。我就是因为知道上帝是真的，所以呢，我会当安尼人用2000几万，我用几十万。好，结果呢，在这个时候，有20几个上市柜的公司，都是被动元件的工厂，他的总经理啦、什么董事长啊、厂长啊，跟我写推荐信，给我推荐到科学园区。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他们都没有台湾厂商啊，台湾有啦，可是没有像我这样，那个因此价格都愿意给他，因为别人都至少要卖他250啊，知道吗？结果这种人很高兴卖你150，再高我觉得不好意思。好，当时就写推荐信，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在台北是路边的铁皮屋哦，是那个农舍里面的铁皮屋的公司，才200-300平。结果上帝，我想要创业，我想要扩厂，好，结果怎么就是那个环就在我，现在还有我爸爸公司的会计师大的啦，就说立先啊，你应该去那边。然后当时我在台北，我们是那个居电会的有小组，我现在跟他们那个永光董事长陈定川就跟我们的同乡组，还有另外一个长辈就说立先，我帮你算一算。我说我没有钱可以盖厂，你知道我们盖那个厂都要很多钱呢。不是你们想象的呢，我2000多万干什么用啊？结果他就跟我来帮你算，算完之后跟我说，你可以盖得起来。那个是财务长，是三方化工的财务长。他在讲我当然也相信他，因为他很有才华嘛。可是我在想，我何必这样子？我不怕，我会怕。好，结果呢？结果当然他们跟我讲，我真的去申请科学园区。然后申请的时候，当年我们台湾有4个科学园区嘛，全台湾当年录取几家你知道吗？11家，这11家就有2家不是外国人，台湾人就有雅各还有长兴化工。等那个说雅各可以过了，当然有20几家说一直欠我的回安尼嘛那做大间的啦，你知不？他说我可以过，我跟你讲。人家说我过了，我实在是又觉得很奇怪，又觉得很担忧。然后我们那个交单工会人还打电话说：“杨丽姐，你来跟我们讲课，看要怎么申请科学园区。”好，那我就进入科学园区，我就去申请了一个公司，雅各科技，资本5500万。我以为5500万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我才2000多万的现金嘛。可是你到科学园区，你去看看，哪个不是亿来亿去啊？还是10亿、100亿啊？你说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讲的很简单，我中间有很详细自己的祷告，还有我的祷告都会有祷告日记印证，我要印证，知道吗？好，然后就进去科学园区了。进出科学园区，然后他愿意给我了。科学园区的地都是租的嘛，你知道吗？他说要圈地。那天因为进入科学园区这个雅各科技，我是让我先生挂董事长，我很少迟到，那天我迟到15分钟。那个什么，其实我先生都做天上的事，我做地上的事这样。那我先生很容易会头痛，因为我都很少让他忧心。然后所以他会中风嘛，知道吗？他们家都有遗传。那后来呢？那天我比较晚到，圈地怎么圈你知道吗？回去加了吉普车，然后我先生坐上面，然后官员，然后
拉开后边的放白粉呐，圈起来就是因为就是你要的这样子，很高兴哦，这样就可以要土地了，对不对？好，我只有迟到10几分钟，他们开车很快嘛。然后我一到，我老公就跟我说：“那天我就很选了一个很四方、很漂亮的土地，你们可以来看，真的很四方，这沙嘎汤，而且靠什么？靠省公路，那块土地很漂亮，你知道多大吗？7、8千坪。我的人生哦，充满了上帝带领我，我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女孩。好，7、8千坪。7、8千坪，我们给他洗对吧？哈，可是我也不能跟我先生说怎么这样子什么的嘛，哈，因为他就是董事长，然后那边有官员，我就说谢谢哦，你好棒哦。然后回去之后，我就跟上帝说，我再跟上帝祷告，我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我真跟上帝说，你去找别人，因为我每一种卡小。我跟你讲，我是一个物欲很低的人，我去百货公司都不知道要买什么。我妈妈常说高雄市的女人都跟我一样，百货公司都会关门。她说我对社会都没有贡献。我妈妈真的好，所以你要叫我找到理由说我需要买车，我需要买什么，说我需要赚钱，对不对？而从某个角度，我钱也没有很少啊，对不对？好，我就跟上帝说，你怎么可以叫我去做这样的事？7、8千坪呢？7、8千坪不是不用钱呢，你画一画不用钱哦，谁付钱啊？然后那个土要填土呢，知道吗？要填很多土呢，光填土工人就是赚100万的钱呢。我身上就有2500万。好，我剩下10到15分钟，我要讲2件事情就好，因为这个讲不完。因为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他不是一次特殊的，他真的是带领着我，明白吗？手举起来，当然要说一句话，什么？对，如果你怀疑的话，等下来找我。真的，我不要你们怀疑啦，知道吗？因为真的，我不是在骗你们，知道吗？我不是牧师，我是个商人，知道吗？好。我只能讲一个故事。2500万哦，很少呢，你知道吗？土一挖土就里面土多少，而且厂还没有盖起来，又没有办法赚钱，对不对？然后呢，我当时就说了，我每天早上6点就去什么郭恩信牧师的什么入主长老教会，他那边有6个阿桑，那个阿桑都没有读书哦。可6点在那边祷告，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我祷告我的，他也听不懂；他们祷告他的台语，我听不懂。所以他这边就是我的祷告的避难所。好，我每个月都要付1000多万，我没骗你。当然那个时候银行有额度要给我，对不对？可是我到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娘家，我买房子都没有去借钱过。安妮，你知道不？好，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跟人家调现过。包括我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为什么？我早上已经讲了，我真的是在打上帝的工。我真的我没有从我的公司随便拿钱出来，我自己花钱，我要跟他报告，我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跟我一样度过那个日子，你就知道上帝是真的。那上帝叫我做的事，我会很认真。好，我只要讲一个例子就好。我讲资金不足怎么办？有一次，那天我会缺800多万，那时候我的工厂还在盖的当中啊，因为我盖了1、2年，就不太懂嘛，不太会嘛，不敢乱盖嘛，然后呢，那天就缺800多万，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公司叫雅各，很好哦。那个时候的前几个月，在路上就有一个女生打电话进来说她要找工作。他是台大财政研究所毕业的，他先生从国外回来，要去我们附近的大学教书，挨着第一等还要签头咯。我有就欠一个财务如果本来在外财务，我说你这个这么好的，你要找个好公司，我们公司才刚开始而已嘛他说没有，他就是要来帮助我的。我说好，他真的对我很好。
他知道我那天会缺，比如说我可能2、3个礼拜，我某一天会缺800多万，他每天都来提醒我，每天到处丢什么，丢那个小字条给我，他怕我真的是大概攻击啊，因为我太忙了。然后后来的1个礼拜，他就跟我说：“总经理，你应该去跟你爸爸妈妈讲，他们这个几百万对他没有什么小事，而且他一定乐于帮助你嘛，对不对？”他讲的都是对，好。他们不会觉得你这个样，他们会生你气，你再还他就好了嘛。我要告诉你，我从要不要科学园区我也是不，反正这过程神带着我，我知道上帝是我的老板，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上帝不会撇弃我，你们知道吗？这个知道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知道跟我这种人知道不一样的。他就一直，而且他最后他怕我票都在公司大声跟我讲了，总经理怎么这样子啊？我跟你讲，人都不理我，就这样子。那天早上我就去郭恩信牧师的那个长老教会祷告，所以长老教会我很敬佩，因为他会把不认识字的人都会背圣经，不简单呢。好，就那天祷告的时候跟郭恩信牧师教了一句，他每次就教一句。我若不信在哪里？在活人之地，你们会不会背？得见什么？我早就把它记起来，在哪里？找得到？记起来。那对我来，我会记起来，对不对？我天天早上再念一次，好不好？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来了。好，我6点半他们祷完，就今天读的是这个。你看我已经跟被神紧紧的抓着。我就刚想着，因为要恭维啊，你知吧？所以你8点、9点、10点、11点，一直到嘛，人足疼我，足爱我，伊是互咱请的呢。人伊专长呢，人台大的呢，研究所的呢。叫他妈呢？我是要来讲，伊嘛基督徒啊。我来讲，我知道，我会处理。你们有去过欧洲的，请你举手。好，欧洲的人一般他的时差跟我们差几点？譬如说他们上班9点，对不对？我们应该是3点，对不对？没错嘛。好，那欧洲的人会不会8点去上班的？很少呢，免想呢，无呢，欧洲都是9点上班的真好啊，就在我2点的时候，我下午2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个业务是做欧洲线的，我带那个女生去欧洲啦，去苏联都去了好几次。那去苏联有一个公司那个人跟我们答应要买2次，都是食言而肥，拢骗我。2点的时候。那个经理70几岁，跟老板的好朋友，进来就发 message 就给我的员工就说，叫我报价。那我的员工就说总经理他来报价，我们就报，他说太贵，然后呢，反正我就问他你要买多少啦，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已经很急了嘛，对吧？那他买多少啦？然后他就讲多少你知道吗？10个柜。伊甲我食言2遍，拢一卡柜都无要买啊，对无？讲这实是慢价，尤其我讲苏联无这个人遐尼迄个不同民族性嘛但是我嘛来讲，伊讲10个，我就来讲，安尼你介绍要查者，有甲我讨一个介绍，有甲歹一时啊，但是袂死的介绍。马上我来讲，你现在可以决定吗？那问题一家，他说可以啦。从2点讲到这边已经2点半了，对不对？他说可以，那我就跟他讲，那我们立刻给你PI，给你订单，你立刻要签尾。他说好。到这边我都觉得是慢价。如果你们做生意就知道嘛，对不对？因为他都没有跟你买过，菜欧达都没买过，对不？阮一卡柜差不多拢150万，10卡柜才1500万啦。伊一卡柜拢来咧食言，有可能一边来要1500万吗？安尼是不是？对哦，好，
呵，就那天的时候，我就赶快打。我跟你讲，你10个柜子要打10张订单，对不对？应该正常是这样。结果呢，我们是10个柜子要打1张，打完了之后就大概2点40了，对不对？然后就 email 给他，哎，这个人哦，他真的2点50 email 回来，他签回来。那因为我的银行，其实银行对我们是有信心，我用订单就可以跟他借80%啊。可是我们这种人不会做假的，就跟他借啊，对不对？他2点50签回来，我就赶快传真给银行，我就跟银行经理说：“哎，拜托哦，你查证来打用用嘞，我今日有票关安尼啦吼。”然后3点到3点半钱就拨下来了。你们算一算，是不是800多万？哇，你们都不是做生意的。然后那天800多万下来的时候，那天好像是礼拜3、礼拜4。你要想哦，下午2点有人上班嘛？啊，那个人头脑他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不对？然后来了，然后钱就完成了。所以我3点半就过关。过关之后，我那天哦，我很感谢神到哦，我都不知道去哪个教会谢谢他，因为没有教会在开门嘛，对不对？结果。真的啊，我们现在教会不是 7-11 嘛，对不对？就我就开着车子在科学园区的马路上，我就沿着篮子要去找教会，我在关在路上，我就坐在路上跟神谢谢了。然后我就走，我就走到了篮子上的教会，那个青年中心刚刚开始，里面有开，我去那边感谢主。我告诉你，我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我完全没有去跟人家借钱的能力，这就是资金不足的见证。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我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我有没有机会跟你讲2个见证，或3个见证，或4个见证，都是要告诉你一样的事情，请你把手举起来。当你有一天跟我一样，100%知道上帝是真的，你的人生会不一样。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说100%？因为我看到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人他在做那个什么，做在走那个什么绳索的表演。对，有一个人哦很棒哦，走过去，每个人都拍手，哦你很棒，你很棒。等他走回来的时候，他说：“现在我要背一个人走回来，你们谁可以上来？”你谁相信我可以走回来？上帝是真的，可是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好，我现在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工厂。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看我们工厂都是查甫人的事业啦，听无？好，对，我没有在怕，因为神有同在。我这样都不能讲这些。后来我不是讲吗？我跟我的丈夫在年轻的时候，你记得吗？我就是在推这个女孩子，我就是在推以前吸的女孩子。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在雅各释放中心，就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的先生叫我盖一个那个方舟，你们其实应该来看一下，你们知道什么是方舟有多大？不像是床吗？你们看一下方舟有多大？方舟最重要的是它没有船舵，上帝掌舵。我们每一个月，现在是从今年是礼拜1、1月、2月我说不要，因为很多农历年啊什么的哈。3到11月、12月是圣诞节，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6下午2点，我们都有见证性的讲座。对外就以为是工商讲座哦，科学园区里面有人请人家来演讲啦，对不对？实际上都是在见证神。请来的讲员都非常的优秀。有人是，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倒在事业破产2、3次再爬起来的？有人是生病病得医治的，太多了。这些人跟我一样，上帝用不同的环境，
上帝帮助了他，他要跟人家说什么？好，所以我们一直办，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入第19年，我们已经进入第19年，我们已经进入第19年了。神给我们很多的都是义工，都是义工。你们有空可以来，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六下午2点，12月不行，好，明年3月开始，是值得你们来看的，不是我们办的好不好，是上帝都每一个月都送他的作品来给我们，送上帝的作品来给我们。好，我要跟大家互勉。请看右边，我们一定要不是只有听到上帝的名，不是只有你受洗了没有，我们的什么？我们要经历神，我们来见证神，我们要来荣耀神、传扬神。记得荣耀神，要去知道神要你做什么，不是要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法，要上帝来帮助你。你以为这样是荣耀他？他呢？好，我需要那一页。好，这是我的工厂，这是那个什么，这是那个什么方舟的方舟啊，这就是方舟，这件就是方舟哦。好，我要跟大家互勉，上帝是真的，而且上帝在圣经里面，上帝是全方位，他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除了有要心灵平安啊。婚姻美满啊，家庭和乐啊，他知道我们也有各方面的需要，包括你的财务。我刚刚分享这个，我其实第一个美名胜于大计，恩宠强如金银哈。我说的最重要是恩宠强如金银，恩宠，神的同在，神对你的恩宠，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应许给我们，不要忽略。你们可以理不？只是你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去领受。好，那这个是一个分享，是神另外一个应许，他告诉我们一起念下面那个：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跟你讲，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怎么样？我钱我搞啊，我们相处上哪那么尊重我那互动，对不对？第三个就是就是什么？那个很多生命上有各方面的问题。最后我做个总结，我爸爸是本来不信主，后来他信主。每一个7个女儿，他要去嫁女儿的时候，你知道我爸爸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哦，他都去香港，因为他有钱了，他去买那个福禄寿，沙仙老公那边。拢做大仙咧，对香港提单足贵诶，伊要祝福伊诶囡仔，伊诶查某囝嫁去人兜是安怎？福禄寿。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的天上的父也是要祝福我们，福禄寿，而且告诉我们怎么样领受。再看那个刚才金姐，对。你看下面，这边就好了。来，富有、尊荣、生命，不是就是福禄寿吗？你自己想一想。福禄寿没有俗气，上帝也要告诉你，他要给你福禄寿，而且他告诉你方法，要怎么样？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有一张支票，写着您的名字，总金额就是福禄寿。该印章的是耶和华，他告诉你去哪里去台湾银行里，那个地方的柜台就是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宠。谢谢大家，平安。